女星6元琪几天前才认爱小11岁的电商新贵男友吕元中 Max， 不料18日晚间却突然宣布跟 Max 已恢复工作关系，从认爱到宣布分手，仅不过短5天。现在还爆出 Max 疑似劈腿，正宫女友还爆出男方才在过年时向他求婚。事件延烧至今，一名自称是吕元中正牌女友的41岁林姓女子爆料，她和吕元中从2014年10月就开始交往，至今仍未分手。她还表示会讲出来，只有一是他根本是渣男、负心汉，二是他根本不是亿万富翁，还负债2000多万。林女更提到，自己得知 Max 和6元琪交往，曾向6元琪对质，但对方说这个男的非常疼爱我的小孩，我们已经交往4个多月了，所幸是18岁的儿子及时救回。事件发展至今，男主角 Max 今19日晚间6点半左右，在个人脸书发表声明，从2/13新闻出来之后，我反省跟检讨好几天，我知道自己把事情处理得很差。我跟前女友的关系处理不好，造成了很多人的伤害。接着 Max 提到自己和前女友关系没断干净的原因，是因为对方会不定时地做出让他感到害怕的行为和情绪反应，让我害怕处理，我极度恐惧这个后果跟延伸的反应。Max 还说自己曾寻求对方闺蜜的协助，但没啥帮助。Max 更提到，由于自己没处理好感情问题，造成大家心里的不安，因此向2位女性道歉，更表示我错了，未能及时并具勇气的果断的处理好，这是我的功课，我得再花时间去反省自己。最后 Max 更解释，6元琪并非小三，再度向大家道歉。